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ion 陳心妍。今日係七日通勝嘅第一集，講嘅日期係西曆2026年3月1號至到3月7日。3月1號星期日，正月13成日，干支係甲戌，沖生肖屬龍，彭祖八忌係不開倉、不吃犬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在西南，吉星有天醫星而求醫。凶星有火星，忌收造。忌針灸嘅部位係頭、喉嚨同埋牙齒。3月2號星期一，正月14收日，干支係乙亥，沖生肖屬蛇。彭祖八忌係不種植、不嫁娶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西南。吉星有天福而納財，即係可以收下錢啦。凶星有刀針星，忌用新刀。即係意思唔好喺呢一日用新刀啦。忌針灸嘅部位係喉嚨、項同埋胃丸。項嘅意思即係解頸嘅後部，或者係後腦嘅下方、背部上方呢一塊嘅肌肉區域。3月3號星期二，正月15開日，亦都係元宵日同埋董公財日。干支係丙戌日，沖生肖屬馬。彭祖八忌係不收造、不問卜。三煞方就喺南，學神就喺西南。吉星有犬對星而啟贊，即係執骨。凶星有刀針星，忌用新刀，所以今日都唔好用新刀啊。忌針灸嘅部位就係肩、背、眼睛同埋身體。九九開始，即係意味住數九已經去到第9個階段啦。最後呢9日之後就唔會再凍啦。嗱，雖然呢係元宵，不過就遇上咗血月月全食，大家記得唔適宜睇噶。嗱，而呢一日呢，亦都係一個吉日嚟嘅，就係曬太陽嘅吉日啦。天冧星會太陽於申戌間，天冧星乃天上至尊之神，若此日得能行吉兆，其所感召，四境興平，萬方匯萃，凡事預知，無不大利。嗱，最適宜呢就係政府同埋企業嘅領導者啦。而最佳嘅曬太陽時間就係早上嘅10點至到10點半。亦都有溫馨提示喎，曬太陽納吉氣，記得只曬頭頂同埋背脊，唔好超過30分鐘。記得時刻都要補充水分。如果有唔舒服嘅話，就記得即刻停止啦。3月4號星期三，正月16閉日，干支係丁丑，沖生肖屬羊。彭祖八忌係不剃頭、不冠帶，即係男子成年之禮。三煞方在東，學神在正西。吉星有續世星而求子，凶星有火星，忌收造。忌針灸嘅部位就係胸膛、肋骨部位同埋耳朵啦。3月5號星期四，正月17閉日，干支就係戊寅，沖生肖屬猴。彭祖八忌係不授田，即係不買賣田產，不祭祀，大型嘅祭祀呢都唔會做啦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在正西。吉星有五副星而交易，凶星有血之星，忌針灸。忌針灸嘅部位就係胸、腹同埋氣沖。當日晚上21:59就係立驚蟄節啦。72號嘅桃始華開始，桃花紅自此漸盛，意思即係話桃花盛開，紅艷奪目，從此開始慢慢亦都變得興盛同埋繁茂啦。3月6號星期五，正月18見日，干支係己卯，沖生肖屬雞。彭祖八忌係不破卷，即係唔取消合約，不穿井，亦都唔開井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正西。吉星有神在星而祭祀，凶星有招搖星，忌行船。忌針灸嘅部位就係背、足同埋股內，即係大腿嘅內側啦。3月7號星期六，正月19除日，干支係
庚辰，沖生肖屬狗。彭祖八忌係不經絡，即係針灸；不哭泣，不辦喪事。三煞方在南，學神在正西。吉星有天恩星，而私恩凶星呢就有債等星，忌安門。忌針灸嘅部位就係膝、腰同埋足。祝大家有個愉快豐盛嘅一周，下個星期再為你七日通勝聲音導航。